这个日夜温差嘛愈来愈大咯。台中的福寿山农场100多丛的饭仔树开始来变色，有青色的、黄色的、红色的，互相来插杂，尤其是小真翕相哦。即摆这个福寿山到底有偌水咧？做回来看。这个有阳光，这个冷。尤其透早就伫饭仔树骹伫翕相，阳光落来都无共啊。伫饭仔树林中凊彩翕就好看，这是台中上悬的农场，海拔2200公尺的福寿山。 种几百丛来自日本的掌叶饭山悬，加上最近早暗的温差较大，这个饭仔叶开始为青色的变小可黄色，佮变成小可咖啡色，最后变成红色的。你们动作好快啊！而且饭仔叶长色的速度无共款，有黄有青，有的是规大片拢红色的，秘书是优惠共款。边啊，有日本厝，加上日本的定做，安尼配合起来，秘书是伫国外。松庐有一个非常古朴的一个木造的房屋，然后映衬着后面的一个灯景，然后显得格外的像日本的一个风景。农场强调讲，这款饭仔叶真薄，日头出来时，若挖进来看，叶外小可透明，真水。 收饭仔叶时期是为即马开始到12月，且上山要收饭仔叶游客真济，农场房间早就已经客满啊，所以讲提醒乡亲，若要一天往回，时间就排较凌厉，唔通疲劳驾驶，较安全。